我真的。 我们可以走了。若不是因为遇见你，怎会忽然间难呼吸？若不是因为爱上你，怎会嫂子有这般勇气？ 林总说家里的水管坏了，我过来看一下。对呀，不好意思，这种事还麻烦你。嗨，哎，说嘛先不用。脱了，请进。真是太不好意思了，逸轩他太忙了，要是等他来修，都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。 能不能和我一起掩埋在时光里？我如此的珍惜。谢谢。哦，这是我的秘密，这是我的秘密。林总，进来。把自己打扮得挺漂亮。